GroupBuyer.com 優惠推介，綜合幾位住客嘅評價，呢間溫泉酒店硬件同環境整體嚟講係唔錯嘅，尤其係房間同設施方面獲得唔少讚賞。有住客大讚酒店環境清幽，大堂景觀開揚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房間方面就被形容為又大又乾淨，設施好新淨，而且免費升級咗去山景房，感覺好抵。溫泉亦係一大賣點，洞穴溫泉好有特色，而且池夠多，唔使擔心逼。不過前台服務就明顯係弱項，拉低咗整體分數。有住客親身經歷入住萬三拍嘅慘況，明明訂單寫2點入住，3點幾到埗竟然要等多40分鐘，仲要喺冇冷氣嘅大堂焗住等到4點半都未搞得掂，最後要同經理交涉先至獲升級去有泡池嘅房間，5點先正式入到房。前台職員嘅處理同態度亦被批評，似乎覺得客人多交唔切房係理所當然，令住客相當無奈。另外要注意嘅係，兒童遊樂場設施雖然吸引，但係要另外收費，打算帶小朋友去玩嘅家長就要預多少少預算啦。總結嚟講，呢間酒店屬於硬件搭夠型，環境舒適，房間企理，溫泉有特色，絕對係度假放鬆嘅好選擇。但如果你好重視服務同效率，就要有心理準備，特別係喺旺季或週末入住時，前台安排可能會有甩碌。最好預鬆啲時間，或者直接同經理級溝通，可能會更有效率。整體而言，為咗個靚景同浸個好溫泉，還是值得一試嘅。839港元入住廣州白水寨嘉華溫泉酒店，包雙人無限次浸溫泉同自助早餐，可以揀山景大床房或者園景溫泉房，一邊浸溫泉一邊欣賞白水寨嘅靚景，輕鬆度過假期。而家透過 GroupBuyer 客路預訂，即刻享有最抵優惠。酒店坐落喺廣州市增城區派潭鎮，就喺出名嘅白水寨風景區隔離，背靠青山，四周被翠綠山峰同山谷包圍，簡直係廣州嘅市外桃源。成間酒店採用東南亞風格設計，宏偉又大氣，佈局錯落有致。房間可以望到茂密山林，或者遠眺着名嘅白水仙瀑，又或者近距離欣賞大型園林景致。酒店景觀層次豐富，結合咗園林水景，仲有55個偏硅酸特質嘅美容中藥溫泉池同溶洞溫泉池，浸喺度好似置身熱帶天堂一樣，令人身心靈都達到和諧平衡。酒店位於廣州市增城區派潭鎮，緊鄰着名的白水寨風景區，背靠青山，四周翠峰高谷，被譽為廣州的市外桃源。廣州白水寨嘉華溫泉酒店，整個酒店採用東南亞風格，宏偉大氣，錯落有致。房間或飽覽茂密山林，或遠眺着名的白水仙瀑，或近觀大型景致園林。廣州白水寨嘉華溫泉酒店夜景，酒店景觀層次豐富，結合園林景觀、水景和55個偏硅酸特質的美容的中藥溫泉池及溶洞溫泉池，使旅客如置身於熱帶天堂之中，令人身心靈達到和諧與平衡。廣州白水寨嘉華溫泉酒店私家泡泉，廣州白水寨嘉華溫泉酒店溶洞溫泉，廣州白水寨嘉華溫泉酒店美食，廣州白水寨嘉華溫泉酒店客房。套餐詳情、退改規則、預訂流程、客路客服、山景房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